啊，随在你讲以前人唔打字，话家话名打回嘅平啊，回嘅。兄弟啊，好汉已经是不堪受。哎呀，毛鸟年真济，要去看毛鸟偌好呢啊！你放心啦。好啦好啦，我甲你讲话，我未讲过惭愧。会使互你做真济心情呢。你也是干错去吧？啊？对啊，阿姊啊，你若是安怎讲啊？平时就甲打看，今日才一直甲看哦。是老爷是表现我，人客出多，你来吃嘛无方便。老爷，阿姊你讲笑，啊因兜个老爷唔死了啊？是这不孝的少爷出了我，要改口请老爷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是啦。哦，迄个少爷他做官，啊就改口叫老爷哦。阿姊啊，爱做哪官哦？是豆官，还是武士官，或者是？就是你。好对，庆祝。哦，庆祝，嘿嘿，庆祝嘛做官。就定4月10啦。哦，4月10。4月10啦。老师姐。4月10啦哦。呀，做啊，会记的。4月10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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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的大喜期间，你所封的呀。孩儿壮病，父亲且进来安息，两大休可惜。这不是你面前这的辛苦，不是是秋，也是悲。我呀，听到以前他发的话，你为我被偷情啊？金哥啊，这个想变做跟你比的，我是金中的威严呐。我就是你看环境中的，我是当回去，当回去，当回去，属于讲。这些好危险，你好心嘛，你想好金婆啊，我言我都会去，等你已经不及时，是等你我，是啊，等你家的严重生下谁婆啊，我的家乡思想，你想念你。欧阳，你
金哥，你旁一杯白天我来放掉。
为何呢？我无力了。你做什么？我有意把我回了。啥个回呀？回啊！回啊！回啊！来，你看，这地荷花开甲真水呀！风采经过，在处何处啊？无什么呀？无什么？我猜伊好像要你考虑。是安尼，拄只我伫这里欣赏荷花，伊一在面种出来，不小心将我死啊冻落地，我该骂伊只考，小人啊！像迄款人，咱卖惨，咱了是同齐来赏荷花。周呀，你不是讲今仔日你出门拜客？就是呀，那你了不起啊？我不去了。不是哇，是为了这堆花，那是为了这地荷花。对呀，是什么花？小人啊！
拿起来。这个较明显。哦，我想到啊，你就是顶摆叫我送皮哥小姐哈。你是东京客场的会计吗？就是我啦。安尼你安怎是啥？那你怎也不假？我阿弟伫遮。你阿弟是什么人？我阿弟叫金道。金道，是你？没有啦，我阿弟伫遮啦，叫金道。我叫洗衫，我命来看衫洗好未？我阿弟到底？伊伫内面，我去替你叫。免，我来叫了，叫我该洗，我来叫了。哎呦！我去替你叫。安尼运动基金好打你，就打知道啦。我大人小金啊！现在小弟，你阿弟啊？阿弟哦，来，我来问了。问一下，你衫打洗好？洗好啦，我来去替。问你吼，多谢迄个查某真水，个查某，你讲唔错。哦，伊这富上的小夫子。阿弟啊，人家这个小夫人，我该会烧嘛？你怎会捌伊？嘿嘿，阿弟，你会记顶摆吼，我有2两银要互你捡先生，你会记咧？记，你讲是为一个小姐送皮？对，就是为一个小姐送皮。你敢知迄个小姐是什么人？是啥人？就是小夫人。不分讲出去是害了小夫人歹做啦。对，袂使人主讲哦，你从我大哥讲，袂使讲哦。哎呀，阿姊啊，我出名的有味无嘴啦，我袂乱讲啦。好啦，你去外面等我，现在第一季保护政府交代，以后会他手人体，指定在后面等开，那无就不用再来啦。好啦，阿姊啊，车我嘛定你来，也毋捌甲因偷，也毋捌甲因捏啊念。平时我都毋捌伫遮，毋捌伫外口等，一摆你打我硬看，好啦，你去摕啦，我来门口等咯。拜我来提衫，我嘛伫遮等。加一个小夫人尔，算了呢，甲赶去门口。卖了，我偏偏要遮等，你搁遮坐着，我这个是什么皮啊？莲花村1号双君的亲客，哎呀！这个顶摆你讲小姐叫我送皮迄个地点啦。我知，一定是熬对死连，甲迄个客名阁有私信来讲。对，我这个皮阁送下去，阁送去阁赚5两银呢，袂歹。金哥，兄弟，你差半中喊一杯茶来。你保护那无方便，来家中去啊。
阿姊，啊你这摆足好熟的，我该摕一束衫摕遮久啊。小人叫我看地，意思是给你我来的。哎呀，我俩餐，一堆。要你看俩餐，我来俩餐呐。金宝，我看来最近大生活，你有看见无？无啊！哎呀，我差靠天气啊！哎呀，进来人啊！藏在这刀位，快出后不见呐！是我靠，朱红放的何处？为何不见？茫茫不啊！不啊！朱红老我心为了，家中来阿刘，是在黄龙来闯。这前天这些才有他就得罢休。三条道主往身边，不见不恨家中，那得放两口家人之气。人是无人，只有听我自己看的。夫妻，不叫我去看的，就我看是你出风。这人要不离开，请你受人小姐。如果天来归去，不能瞧啊！你是他玩下去。我无去，我是听你到呢。小姐不好，受苦的人瞧不得往前瞧，那是有人头物件挑战心家。这不啊，你叫人来瞧。瞧。来呀，你我先瞧。敲我！金龙也敲我！来！你做只摆鼓敲架，我无敲尔，安尼袂使。你人来啊，我这去不能瞧啊！人阮讲有交代，讲懒散啊，爱有志气，要是敲者比头较好势。小姐，养父。敲我！我等咱来哈，我靠个在推给你敲。抢死时间啊！装我呀！找我干以前推死你口啊！这是哪个？小弟啊，你要是犯多少吧？我想讲推互你敲嘛，你要一个敲，唔敲你抬，对咪？这包包我没敲过。这包是我3个裤。难看到你家哦，包好你家，大要敲到第二敲，嘿。今后那里家庭好贵吧？来，家。
这因我表示上到先，你就天朝前。要叫你配自己，你可以心话吧。一天提车，今我有言说话来回绝，不知心中将你挂错眉，出乎社家我不担心。真记在我也能救钱噶，老爷，难道你不会借我？会会亲亲。难做嘅，乃是命门做嘅。在世上，哎呀！太抓了！家人我怕他揪啊！你，哎呀，你好啊，我来是你呀。哦，妈，是你哦。哎呀，今好，正好，我都有一件要紧代志，要来找你私聊哎。哎呀，妈，还无交水好流，
哎呀，你找我有哪代志啊？金宝，你多客店，你多客店人领头先，这件代志。慢慢讲，慢慢讲。干嘛？给你帮忙哦。哎呀，你有代志叫我给你到帮忙，我有代志我要去找鬼啊。无你有代志，我给你帮忙啊。哎呀，好啦，常跟你讲哦，既然不办为君主，安尼啦，好妈，你若有哪代志，你做你讲，我3天会到，我一定给你斗3天。好，金宝，你听到？哦，你讲我有听你啦。安怎会食拄好？安怎会食拄好？哎，我妈，听我有有，你呀，金宝啊，你莫讲笑啦，你若无错我，哪来囡仔啦？哎，我妈，你太落我，现处在这个社会，一定爱娶某到有囡仔啦。我再讲吼，迄囡仔毋是我的啦，囡仔毋是你的，迄囡仔家人的啊。家人的你紧讲啊！我要咱讲的出嘴啦。哎呀，金宝啊，你要有囡仔，哪有讲咩出嘴的道理？你赶紧讲啦！安怎才拄好？你想要抱囡仔，我遐有囡仔，迄囡仔毋是我的，你讲是讲。我甲你讲。我甲你讲了后，你袂使甲别人讲。你我讲，我必甲别人讲。你若甲别人讲，也袂使讲是我甲你讲。我甲别人讲也袂讲是你讲的。你若讲我甲你讲，我就唔甲你讲。我就袂讲是你讲。好，安尼我甲你讲。好，你我讲。你讲囡仔吼，阮阿姊的啊。好呗。我死你看，你咪死我你。好，你家己你冇講，我即刻死我你看。金紅啊！你阿姊都未聽啊！老冤啊啦！你敢管啊？金紅啊！你趕緊講啊！哎呀，我媽。哪
心有红，人间爱龙书记在我的表。老汉，七情哦，一心恭敬献书，信奉信官。小人知影年过50，七下无主，真真令我挂怀在心。这摆出外经常八月，安人啊寄来提信，讲伊心怀六大，老汉欢喜，急忙回家而来。啥人知影怀孕12月日啦，至今都还未要分娩。安尼啊，莫非是我听先未讲的这点理性，以地理错误？王贵啊，喂，定有相关天的将士，你听见主的简报啊，信过主的心意出席七星家路刚郎，身体汉刚，点起你来，便可分娩，王贵放心。真是下天下地啦吼！王贵啊，喂，七星看来，你要是去三都了庙中求告，多多谢王。好，我这天现来去。王贵先生，奉上王贵。免上，我都会下太要紧啦安尼啦，我来去哈。王贵。哎呀，就甲你讲免上，我来去。
对咯。大爷，那个小鸟啊，俺老乡啊，不变啊，我已经准备好起来。今后啊，今年你头再见面吼，我听起毛落烟呀。你当你啊，怎样？今后啊，这是银票，你就讲好事。银票。好嘛，这银票你。哎呀，我们进来。啊！你讲是人哋少少，我呢個學生點賣出嚟？你見到老姐玩都冇好你。哦啊！你見到較濟，你較任性咯。哼！我同你講，你互我見了，我愛互你，我唔使你賣阮月薪啊！那個人善嘛愛有志氣，你賣月薪啊見了，我袂個跌。物件唔掂，原料都較袂個跌。好嗎？你講啱啫。哎呀，今天來進去，我話是想，一定一定要那是算了，俺們有業小亮，哎呦，那是光挑呢。哎呀，一定光挑一舊啦，我話是想光挑哎。我馬上要不丟，這都只最後啊，我是你講的，你呀是未使光挑哦。我查甫人，我跟你斷掉翻挑，我無你查某咧。好，記得先來，媽，你先來翻挑啦。慢跑，我笑你，你未跑。我先放我婆啦。金婆，你假是你放挑，我愛翻挑啦。唔過看我講，佢老本拿字使，我係親未成啊呢。我你去看嘛呀？我笑住。看啦。金婆，我你要是先回去吧，那麼你拿錢啊再來，我冇條件我不死哦。我就個廣告我拿字咯。你就搞咁較少咯。放心。你就搞咁貴時間較少咯。你就搞咁貴時間較少咯。起碼，我媽，這個這種該怎麼辦？你放心，起碼你去跟我回講，我把你花錢都不死啊！我來就来看，阿妈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我每身心体，每身心体那么痛啊！哎呀，真猪尿尿哎！你咯，抓住抓你啊！我命人世界顺顺利利无代志，我一定心焦走路起不死啦！啊，是谁啊？无遐快，他还在遐大声咧，不要紧，回来房我是无去，我要去来看卖啊，我来去。
下的呀。
再讲啊，你年纪轻轻，何必为主犯过一世人呢？是我。来听定当好做妈妈的英气，安尼啊，你就对我回母去当下嘛。你把自家都一样。
诸位呀！哦，不敢。哦，穷啊，韩国今天到来，一家拜相穷，一家闻听你龙在话出将，一有一天不敌可否？哎呀，小天命啊，幸福点嘛，在家行动带领亲自啊过位咧。穷不必过天了，小我做激动，要两蹦出心，最为今天来在，闻听你龙笑脸心灵，在乎必定难受哩。哎呀，带领就是显明，太老秀叫伊出来，请带领登临树岗啊！帅，过来！这俩好往海里丢火红路。帅啊！赶紧拜见做大夫，赶紧啊！聪明。第七天做快点，别别呀！夫妻的表情咋呀？就你这是有好听呀！偷带领皇后。天地啦，有婚天地在面，天地造出都一定天地的答对。弟弟在手下前，才刚前。他看郎演戏就对我娘的梦，天地里不必会天的。如土必到了。用联系解救蛇汤，燕鹰归来，应出无酒将酒。这条战斗，点天下会，大家就会活。我要这个用联系谢秀关灵，这片边心狼yêu痛。波浪怒汉，彪悍如雷，惊朱兵，吹得鬼千条，这就我你把兵这是好太话，我陪我这个，晚下带领的都在背啊！哎呀，带领啊，因何爱声叹气，不会红彩小片，你都有得罪不行么？对呀，我现地主处在面，就付出个婚，都告诉我这忠心书了。带领乃是护其尊，有什么心事呢？穷啊！带领啊，你乃是一夫之尊，难道就我这个人看定你吗？感谢救这位即将一不听。带领看定你的人是救之不得，哪有分问题呀？什么人讲出来，老子一定会做为啊！放心。这次用的答应，这出书就多办了。什么人？请讲。这出钱呐，位在千里，人在家乡。带领，出
有一处理来骗鬼。哦，你的胸啊可动，大弟啊，处处能行啊！老一点呐。哎呦，另外的好阿弟嘞，天路金马红红哦，小骗你是起啊起嘞，同时啊龙啊，今日那钱那金嘞，看起个哦，老看你欢喜啊，在心啊中，欢喜在心中啊，对，来，赶紧就近再见个福袋里，爹爹，赶紧了，爹爹。我听从从前的戏，都是人金红呀光大地，无人相信你情义，爹爹我将亲属卡的，爹爹我将亲属我言爹爹都不管这些，我会言小如子，你为得的你，我怕不行。不要，小骗人有无敌，请带领，切莫见怪，切莫见怪啊！有心啊！赶紧，让我拜见个胡大人。爹爹，去，拜见。齐天树拜见个胡大人。也在这里啊！齐勇啊，现在那就是齐总了。秦龙啊，我听说你比方这阵就得恭喜了。我这里也没了病，见去贴亲，见去贴亲啊！恭喜了，恭喜了！运动啊！我就不喊我那咋归你？天怀可痛给心病，咋归你来浪一浪？这心高兴啊！莫心急。